Hello，歡迎嚟到 Hi TV，我係 Quinton。近排有個朋友上咗車要裝修屋企，所以就叫我陪下去上深圳睇下啲裝修材料，順便拍片俾大家睇下。唔知有冇觀眾又咁啱想裝修呢？但睇片前記得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我嘅 channel。好，我哋出發。因為呢段片主要係幫朋友問裝修嘅嘢，呢一段片就用我把聲同大家導航啦。今次就嚟到百安居，問下啲裝修嘅材料同埋詳情。踏入個門口，店員就會問你係想睇家私定係屋企裝修，仲會問得好仔細，會問你係揾設計公司啊，定係睇裝修嘅材料。跟住佢會根據你嘅需要，帶你去適合嘅公司度睇。係啊，大家唔一定要幫襯呢度嘅設計公司，可以喺香港揾設計公司，可以拎住香港公司嘅設計圖嚟呢一度整家私，又或者可以睇下呢一度嘅設計先，揀啱心水再決定到尾詞價。其實百安居裏面係進駐咗唔同嘅公司，有建築材料公司、設計公司，裏面有好多選擇俾你揀。裏面仲有好多示範單位嘅設計風格，可以俾你自身感受下，等你可以想象你嘅安樂窩將來會變成點樣。記得帶埋屋企嘅平面圖過嚟，咁就可以同店員一齊討論有乜嘢最適合你嘅屋企。我同呢度嘅店員傾咗兩句，佢哋都好細心，會問我哋需要啲咩要求，然後作出最適合嘅選擇俾你。好似我朋友話屋企想做個櫥櫃，有咩材料適合做櫥櫃，邊啲材料適合香港嘅天氣，屋企嘅設計風格係點樣，然後再俾適合嘅顏色你選擇。同埋大家記得講清楚，你要喺香港裝修，因為有部分公司係唔包香港裝修噶。我諗大家最關心嘅就係價錢噶啦。其實翻得嚟深圳睇裝修都知道，一定比香港公司報價平好多。好似一個2.4米嘅高身櫃喺呢一度報價，大概1000蚊1平方米，圍翻大概係800蚊1直尺。另外都問咗2間香港家私鋪，佢哋嘅報價都差唔多係1700至2000蚊1直尺。雖然兩邊都未計安裝費，但價錢上都已經好大出入啦。大家嚟之前可以做定功課，mark低你想整嘅家私尺寸同埋顏色材料，俾唔同公司報價，可以睇下邊一間公司又平又靚。可能有朋友會擔心喺度幫襯咗之後，運到香港冇人幫你安裝，呢個問題我都幫你哋問過啦。有部分公司喺香港都有師傅幫你安裝。有個 tips 同大家講一講，喺內地室內嘅計算單位係用平方米去計算，香港就係用尺。所以上嚟諮詢嗰陣，想問啲尺數問題，記得兌換翻個單位啊！呢度真係好大，呢度所有嘅建築材料都有足夠嘅空間展示俾你慢慢睇。呢度嘅建築材料唔似香港，只係俾小部分你睇，呢度就會展示晒出嚟俾你睇。好似地磚地板一大張掛晒出嚟，好似美術館啲畫咁啊！一大塊材料掛晒出嚟，就可以睇到個效果係點樣，唔使靠想象。如果真係好啱心水，諗住落訂，大家都有幾樣嘢要注意啊。首先睇清楚有冇隱藏嘅費用，好似運費同安裝費。仲有所有嘢都要有單有據，所有細項都要列清楚細明，到時有咩閃失就真係口同鼻拗啦。最後記得同店家傾清楚訂材料嘅時間同埋安裝嘅時間，唔係嘅話耽誤裝修嘅進度就唔好啦。今集就介紹住咁多先啦。如果大家對裝修呢個話題有興趣嘅話，記得同我講啦，或者你哋仲想知道啲咩，都歡迎話我知㗎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。